看看新闻网。7月19日，香港电视最大的竞争对手无线与亚视、破天荒联手合作，集结了曾志伟、陈百祥、徐子珊等2家的艺人举行记者会，宣布将一同转播今年的伦敦奥运会。金牌主持人曾志伟坦言，自己不仅会争取加入转播开幕式的主持阵容，对于今年中国队的表现更是十分期待。对我来讲，就每个项目我们中国队能够有机会拿金牌的，我都想看。一开始就有射击啦，然后就是体操啊、乒乓球啊，还有一系列的项目。羽毛球啦。上一届的篮球其实也打得不错，那今年没有姚明，是不是机会就没有那么大了？但是我还是要加油。陈百祥则将今年奥运会的期待锁定在了刘翔身上。去一届4年前，我在北京，我看到刘翔最后不能够跑，脚痛。走开了，退出了。所以今年我很 expect 他跑回他自己的水平，赢与不赢，那是运气加实力。